相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伫昨7点时，咱国家级的地震警报有弹，这是因为花莲县政府南平69.9公里，咱台湾东部海峡的所在发生规模6.4的地震，上大震度是伫台东有5弱。今仔日半暝啊，翻点的时，台东的近海是阁发生规模5的地震。气象署即马提醒讲，未来3天也是要注意有规模5到5.5的地震波。伫花莲岛会山里部落的十几仔店，大家暗顿食饱，坐休困开港，常常发生地震。所有人拢走去厝外，虽然无受伤，不过大家拢惊到。哇，好大好大！拜三暗7点，花莲东部海峡发生规模6.4的地震，上大震度地震观达到5弱。气象署初步估计规模超过6.5，所以全台湾拢受到国家级的警报。这样的区域发生的地震，它后续的余震数量不会太多，但是因为我们的风险意识，因为台湾东部就是一个地震发生，大概70%的地震都发生在台湾东部这边，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可能在3天以内还是要注意，可能这个区域还是有规模5到5.5之间的余震会发生。国家级的警报一直响，看到的物件拢伫咧摇，天棚的吊灯摇甲强要落来，有立定路边一支电火条啊，和地动摇甲拢输歪去。好佳在地电派人去勘查了，确定无安全危险。出来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电线啊都摇得很厉害。然后我就看着那只电杆震到歪掉。地牛本身双北也有感受到，台北这份短暂停驶，直至确认设备拢正常了，全线就恢复正常。全线车站暂停营运，本公司将进行安全检查。花莲火车站代替列车速速一次，因为地动慢分14分钟。各级别列车也因为地动驶较慢，拢有慢分的情形，不过对花莲人来讲真惯势啊。朋友打电话来，有这样子，慢一点，好啦，因为我们花莲人我都习惯了。气象署讲，接落来3天也是有可能出现地动尾，民众爱提高安全警觉。若要去山区，也要注意可能会发生崩山，或者是有石头过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号风台蝴蝶已经形成，向西北西行，按算会伫海南岛附近登向北平，未来入来咱台湾。咱来看分图。虽然风台未入来台湾，也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台湾的水气有变较高。气象署即马是针对宜兰、花莲、台东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中部以北云嘛会较高。过昼了后是爱细致短暂雷雨阵风。而且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也若气象署另外嘛有针对湘北、台南甲高雄是发布高温的资讯。新北是黄色的高温灯号，其他所在拢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也若中南部、东半部伫今仔日高温嘛有30度至34度，北部高温是33度至35度。来关心高雄有3个查甫人，因是烧酒去屏东的山地门山区去海神宫遐耍水，无细致发生渡水的意外，3个人拢不幸过往。海神宫这个所在是当地真出名撩客的所在，也毋过呢，这水位关系差真大。最近这5年已经有6个人伫这渡水死亡。救援人员对顶楼用担架啊，把渡水的民众搬来，都已经无喘气心跳。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上去，我要先上。10月下昼3点外，屏东三地门乡较有名的耍水的所在海神宫，同讲有民众发生渡水的意外，因为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上顶站的溪楼，对停车场向顶楼行要半点钟，关关加加也怪撩水，救援人员要救加真困难。就我们上去的时候，就看到2个人。一开始我们一直以为是他们在抓鱼，因为那里有一个漩涡，所以他们一直在走。经过差不多1点钟，找到这3位渡水的查甫人，不过已经拢无生命现象。我们总共有一车17人来前往哈。那我们在16点25分的时候，就有将3名的溺者哈，先把他救起哈。那
现在确认，目前的状况是有3名的溺者哈，要呈现欧卡的状态。这3个死者是朋友，拢是高雄人，正汉的做伙休困，就烧酒来海神宫上顶站的溃楼耍水，遭发生意外。海神宫是当地著名耍水的秘境，不过水位悬低落差正大，有几落的大细细浅潭，真危险。上局的资料，伫最近5年，总共发生6个人渡水的死亡悲剧。香港所讲，因为海神宫是私人土地，未管理有困难，只可能让采购洗白呀，提醒民众水深危险。这么3位死者暂时放伫咧当地殡仪馆，通知家属联系。因那死亡原因，检警也会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铁台北的上山火车头，伫昨暗有一个啉烧酒醉的查甫人倒伫月台，站务警员去甲关心，说互这个人拍，造成站务警员目睭乌青送病院。铁路警察是照现行犯甲这个人抓起来。因那台铁嘛发出声明，讲会协助员工，会启动法律的协助机制，绝对袂吞忍暴力。杜平穿蓝衫的查甫人对站务人员起脚动手，双方就开始扭一拍。一开始是这个查甫人啉酒醉倒伫咧月台顶，站务人员来该关心，所以拍甲目睭乌青。铁路警察局南港派出所接获台铁松山站通报，一名站务员在北上月台12车处见一酒醉旅客倒卧，便上前关心，却遭该酒醉旅客徒手挥拳，致其右眼淤青。铁路警察接到报案到现场，将这个旅客依照伤害罪现行犯逮捕。台铁公司也发声明谴责暴力行为，启动法律协助机制，协助受害当人挽回权益，强调对暴力完全无法度容忍。台铁产业工会批评，敢若伫咧事后谴责暴力无效，交通部即马只敢若顾伫咧护航后下官位的代志，无用来解决安全问题。今天看到交通部长陈世凯召开记者会，却只有对社会说明双铁的人事案有酬庸疑虑，对台铁的安全却只字未提。产工要问部长，只顾酬庸而不解决安全问题吗？台铁三讲5月2日一天发生几落件暴力事件了，台铁公司提出火车专案，也个提高看到警察的机会，这个若是凊彩应付社会做法，要求交通部长陈世凯赶紧回应三港所提出的解决长期铁路暴力、精品保全、保障铁路警察的能力，也个密录器合理使用规范的3大诉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因为伫台东的东升家教拜节下晡是有收容人公益护理师，这是有一个收容人是要求讲伊要看伊进前的检验报告，因为医生无法度调互看，伊竟然就抢医生的笔去涂护理师的面甲颔棍啊，加在一个护理师无性命危险。人员处理拢必须配合安检，就惊有刀啊、这违禁品。车站下晡，台东上家一个县长的收容人到本警区看诊，要求看进前的检验报告。验过医师当时讲无法度调看，伊随即讲喘气无顺，想要借笔。医师以为伊要写病情，伊就是举笔攻击医护人员，抢下原子笔，然后就攻击护理师这样，那就。我们在旁的接护人员跟视同作业人员就一起把他压制。县长的收容人甲县长护理师面甲颔棍插着伤。据我了解，迄天看诊的是台东基督教病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师初步包扎了后，甲病人看诊完了，再去看医生，加在无性命危险。我们也希望收容所能够在这个事件以后，能够提出一些保护，甚至在将来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应该要有人陪同在旁边，预防他的一个不当行为。让我们医护人员身上是可以带一些防燃喷雾器，那是经过所方所同意的，不然的话，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其实没有其他的防护。工会讲，各家的文景区为着保护收容人的私密无装监视器，验过未少护理人员拢反映，捌遭受收容人讲话恐吓，认为交警署若无法度提供保护，也是开放医护人员扎防身，也是录音的设备，就应该由家家己带收容人到病院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卫福部是发现讲，最近这几年囡仔对爸母起骹动手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甚至阁有囡仔是举刀啊，也是棒球棍啊去威胁爸母。过去一年通报案件就3400多件，因为未成年的囡仔对爸母安尼，社工是认为讲起冲突上主要的原因，拢是手机的问题。
因为手机仔问题和囡仔起冲突案例不时拢有，有当时若是父母无顺囡仔以强硬限制因耍手机仔的时间，囡仔就会情绪失控。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也拄过囡仔去甲动手去攻击父母的情形。我们也碰过，就是拿比较尖锐的物品，甚至是拿刀具、球棒之类的，那种其实就会对家长也会造成就是比较严重的受伤。根据卫福部2023年的通报资料，今年苦度60个月以上的事大案件超过11000件，其中有3480个件加害者是未成年。社工指出，这阵时代咧改变，家长的观念也慢慢转变，愈来愈多人会选择通报、报警，无像过去安尼吞吞家己的囝儿。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意识开始有，就是被建构，就是今天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孩子对父母的攻击，对，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求助的体系跟制度其实是有被建立的。我们发现这些小孩子可能是从小就目睹一个家庭的一个暴力，长期是生长在这样一个高冲突家庭的环境中，他们其实也是一些受伤的小孩。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会出手拍时大的囡仔，其实真侪本身就是受过伤的囡仔，因可能长期看到家庭暴力，也是伫学校去互人欺负，情绪才会无法度控制，最后选择匿伫咧网络的世界。民团建议父母若是拄着冲突，会当找心理医生，也是学校的老师来帮助，避免有严重的暴力发生。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护理人员流失，即马急诊神经科的医生嘛传出真侪人拢无爱做啊。为着要甲医生留落来，卫福部健保署伫昨昏有头家来讨论医生的加班费唔免扣税措施。健保署是表示，经过讨论了后，医生的加班费有定出一个限度，唔免扣所得税，明年报税的时就当开始实施。来看中国时报，某一间国立大学圣诞的毕业生，伊3月份的时，知影伊录取台大工电研究所硕士班，伊嘛办理线顶的报道啊。结果5月份的时，伊的口座甲密码说互骇客入侵，甲讲按算报道，甲改做伊要放弃录取。到这个月初，伊才知影讲伊无法度去台大读册，伊全向台大申请。即马警方已经抓到骇客 IP 是伫中部，会调资料叫嫌犯到案去说明。来看自由时报，虚拟货币交易商李东升招人加投资，透过共党的外国人将现金藏伫这货币的包裹内底，寄去奈及利亚去买虚拟货币，了后洗钱，才汇回来台湾。洗钱的金额有5亿4千万遮济。新北的检警即马已经抓到20个人。拜二的时，才传出海顺丰亚康工和苏芬集团有斗空，即马嘛传出基隆海关八里分关有捕获协助业者偷走税，暗号走私的买台。这是互一寡电子烟、动物的预防社、中国的假释拢非法通关。检方有起诉21个人，嘛发现讲内底有2个人有收乌西钱。外国货物来台湾进前，爱经过海关查验，检查申报的品项是毋是无正常，是毋是违规，决定是毋是放行。不过现场查验的关务署即阵表示备端。基隆关八里分关的客源与办事员涉嫌集体放水，放任业者进口管制物品。这次检方起诉21人，公务员占了10人。台湾的海关人员连接八里分关，上久将近6年，负责海运快递货物的通关业务。验过检方发现，有人方便行事，无依照规定扣税，邀人暗号业者，非法走私电子烟，也有动物的疫苗，加中国的烟椒菇入境。其中更有2个人查出收支办事，验过因收的物件也只是电池máy啊，也有保光电器这物件。由检方批评贪渎收钱犯案。任20名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就其中7名被告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关务署负责接受访问，今日发声明回应讲，也未接到起诉书，全力配合调查，已经采取无定期论调这防治做法。验过相关的海关包庇的丑闻，就是一直发生。台北关北表示，官商勾结放水进口问题的食品。高雄海关今日表示，集体贪污的备案，共起诉关务人员超过40人。学者分析，海关甲不关业者交往密切，一旦有不法的情形，除非是内部检举，若无外界无遐尼简单的发现。
所以管制区就是说，对那个执行公务的那些人不太容易进去嘛。那既然他们别人都进不来，而且甚至讲白点，他们有利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构嘛，所以就是说不容易被外界发现嘛。对，所以你说海关水很深，海关黑幕在台湾其实是可以想见的啦。对内控监督多多鼓励检举机制，结果到人员训练加职务调动，学者讲这是全部拢必须要的。因为海关的一地放纵，会有关口敢若稀释共款，一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衍生犯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前文化部长现任的政府委员苏铁要接高铁的董事长引起争议。交通部长陈世凯有出面说明，讲苏铁过去在做高雄市府市长的时，伊是有参与高雄轻铁的规划，伊毋是外行的，嘛毋是完全拢毋捌交通。也请大家不要有这些认为说他没有交通经验的这方面的误解，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对外界质疑前文化部长现任政委的苏铁无相关专业背景，率接高铁的新董事长，交通部长陈世凯亲身回应，强调绝对不是人事修养。他在高雄担任了5年的副市长，他的任内也督导了交通局，所以高雄轻轨的规划他也参与其中。整个高雄的捷运的规划，他也参与在其中。其实他对交通事业并不陌生。陈世凯强调，讲高铁的运量、运能、安全精准度，外界有信心。目前需要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文化建立。另外，苏铁捌做高雄市副市长，对城市行销有经验，所以来高铁南延、北延嘛，拢会当来帮助沟通。所以我很难去评论他个人的性质啊哈。但是我是觉得，站在我们运输学界的立场，当然是希望专业的。懂运输的人来带领高铁公司，也包括台铁公司。高铁过去的董事长对第一任的董事长殷琦、侯进德、范志强、刘伟基到地公园，差不多拢有土建、机电和轨道运输的专业。其中范志强捌帮助复兴航空财务订正登上柜，刘伟基的部分嘛捌做高铁独立董事长当5年。董事长基本上是领导董事会，然后来跟这个经营团队来。做成这个达成公司的这个成长目标，应该是来问为什么这个时候用一个没有这样相关经验的，我们一直期望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嘛？高铁工会讲无法度对新任的董座来做评论，敢若希望伊会当体察员工的需求。另外，观光司长新任的人选，第一个对业界来，毋是公务员背景的单玉秀，捌伫咧台中的地堡饭店和福隆饭店做工课，阁捌做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总监，互相分对了钱变趁钱。达成一年要千万人次的旅客，对观光和旅游业拢真熟，希望借伊的长才来拼观光，达成1000万国际旅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民间版的台海防卫兵棋推演是设定至03年，中共若是拍台湾，咱要安怎应应？主办单位是强调讲，兵棋推演的目的毋是要有测讲谁会当拍赢，是要来检验咱即马国军倒一寡所在爱真正爱调整。台海经济紧张，为期2角的民间版台海防卫兵推就以2039年中共侵略台湾为设定。中共左右国防部前副部长齐延破领军，模仿共军形容普设地带塑料，派公务船侵入咱12海里领海，并且逐步由演转进，特殊东沙岛平湖，这个出奇招，对宜兰花莲台东三地登陆。基本上我们不做输赢的参考，而作为我们政府尔后。在面临这些危机时候，他处置的一个方向。即使进入到12海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它到底对我们的威胁会不会引起整个这个整体的防卫。但至于东沙这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救援的能力。我们对外岛的作战始终就是独立作战。对着兵推中台湾组无实施第一击，引发质疑的声音。身为推演人员的前陆军司令吴定波讲，外岛任务就是独立作战，英国平湖是台湾大门，认为攻击平湖就是攻击本岛。Defend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the willingness to do so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at's very positive. And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much more likely to come to the assistance of Taiwan. Taiwan team is, I think,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兵推中担任美国组推演人员的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加前太平洋总司令布莱尔捌表达，在台海战争爆发下，美国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出兵协防台湾，也日本组也军事行动。
美国的军方即使再友善，仍然要服从政治的决定，仍然要服从政府的决定。我们台湾的防卫战略也应该建立一个圣战理论。那我们圣战理论不见得一定要建立在歼灭敌人的有生战力部队，我们要让他的任务侵犯台湾的任务不能成功，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不对称是有相对的关系的。担任管制所的前参谋首长李喜明指出，台湾爱先展现强烈自我防卫的意志，盟友才会出来斗相共，强调台湾应该建构有够的协作力量，让中共唔敢来犯。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即马香港无自由，即马香港连拍电动嘛要管。这是香港的国安处车集公告讲，禁止台湾开发的一款电动逆统战，是认为讲即个游戏内底是鼓舞香港独立甲台湾独立。香港政府即马警告香港人，不管是拍即个电动，也是分享，拢是违反国安法。偉大なる人民共和國萬歳！故意透過簡體中文配入機嘅發音來宣傳，台灣團隊開發嘅手機仔遊戲《逆統戰》，省嘅人會當看你要去台灣、香港、西裝等對一個電影都會使。以拍到共產政權做遊戲嘅核心，甚至連代表效忠中國嘅紅軍嘛會當選到。不過，車集互香港警察國家安全處警告，禁止市民登錄著作，甚至分享嘛可能犯國安法。比我們預料的還要來得晚啊！因為畢竟我們手遊是4月5號就已經正式開服的嘛，我們盡量是站在一個現實的角度，所以我們紅軍可能就是會比較強嘛。但是我們想要傳達理念，就是團結我們所有的反共的力量，有一天也是能戰勝極權的。遊戲後邊嘅團隊台灣境外戰略溝通工作小組，2020年透過導遊來募資，喺平台傳到2000多萬嘅資金了後，就投入手遊嘅開發。對香港國安處嘅公告是進一步提升逆統戰嘅討論度和敲碎量。第一時間遊戲嘅官方喺面冊講，多謝成上來數錢，團隊成員內面有軍職、有政府機關嘅人士，但是因為工程數偏少，遊戲嘅團隊嘛煩惱講，收落來會因為安尼受到治安嘅攻擊。畢竟我們遭受到蠻多地鬥士的攻擊嘛，有感受到蠻大的壓力。比如說 Google Play 原本我們在4月5號是正常上架的，但是大概1個多月之後就幫你下架，然後到現在我們申訴還是申訴不了。但是台灣遊戲和對華禁止已經唔是第一擺，台灣公司赤石捌喺 Steam 遊戲平台發布嘅恐怖遊戲行員，2019年因為一百度涉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唔但是中方嘅代理商紅天業，甚至刷落來想要喺其他嘅平台佫開始做馬龍紅地者。他沒有辦法不允許所有人說話，但是他如果他找一些比較出名的人來打擊的話，他可以令下面的人不敢發聲。根據香港國安處嘅指控，攻擊統戰是以遊戲來包裝台獨和港獨，才分裂主張。但是遊戲嘅團隊嘛出手表示講會替香港國安處提供一個遊戲嘅角色，絕對無歹化，敢若水化，敢若嘛是要來達成逆統戰嘅效果。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關心美國和中國在英國倫敦舉辦貿易談判，雙方即馬已經有達成初步嘅協議。中國同意對美國企業開放6個月稀土嘅出口許可，以及美國講嘛會開放予中國學生去美國讀大學。在英國倫敦舉行嘅美中經貿談判結束，美國總統川普喺咧正式社群答問講，甲中國嘅協議已經完成。中國將會優先供應全部主體，抑個任何必要嘅稀土。美國將會依照雙方同意嘅事項，予中國學生讀美國嘅大學甲學院。美國總共摕到55%嘅關稅，中國是摕到10%，雙邊嘅關係正好。雙方原則上就落實兩國元首6月5號通話共識以及日內瓦會談共識達成了框架。我們希望這次倫敦會談取得的進展，有利於中美之間進一步增進信任。I think what happens is when you put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hone together, it changes the outcome. They were focused on trying to deliver on what President Xi told President Trump, and I think obviously Ambassador Greer, myself, and Secretary Bessent were completely focused on delivering what President Trump wanted from us. Do you feel confident to make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before the 12th of August? Well, we know that they're motivated. Our president is motivated. The relationship is complex. There are challenges that can't be eliminated in a couple of months, of course, but there are things we potentially could do. So
I just think we feel positive about engaging with the Chinese. 双方将会登记向各自的国家领导人汇报这边会议的情形，也有原则上达成的协议内容。不过上尾由原来经过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批准。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亚伫美国国内，川普是掠非法移民，引起洛杉矶即马出现示威抗议。洛杉矶的市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市中心逐天暗时8点开始到隔顿工早起的6点宵禁，因为总统川普派国民兵甲陆战队去控制局势，嘛互这场冲突愈来愈严重。川普无少向40亿代票调派700个陆战队员加4000个国民兵，要去加州洛城准备镇压移民示威暴动。加州州长甲检察官想要阻止，向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说服法院驳回。洛杉矶市长是真无奈。I want to tell him to stop the raid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this is a city of immigrants. I want to tell him that if you want to devastate the economy of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then attack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当时洛杉矶市长巴斯下令进行紧急状态，佮宣布当地7日暗时8点开始到隔日早起6点，实施10点钟的宵禁，可能会连续几日。川普除了调兵7日也伫加州军事基地布拉格堡纪念美国陆军250周年演讲当中，佮一摆有关声音批评加州暴乱，陷入无政府的状态。Generations of Army heroes did not shed their blood on distant shores only to watch our country be destroyed by invasion and third world lawlessness here at home, like is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目前美军部队依然在增援当中，一个美国官员向媒体表示，700个陆战队员在部署伫离洛杉矶50公里的海拔海堡，但进一步派遣。不过，其实根据法律，这海军陆战队员无逮捕权，因为川普政府原先的 tax 无这种授权。来洛杉矶的军队甲联保护建筑部指挥沟通，不过也暗示无排除动用美国法典第10篇的叛乱法来处理这场冲突。If there's an insurrection, I would certainly invoke it. We'll see. 叛乱法正式的名字是1807年叛乱法，以温准总统在特定情形之下动用军队来镇压叛乱甲暴力事件。不过，这法案在历史顶悬真少被动用，而且常常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尤其在无州长请求的情形之下。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南韩新总统李在明就职了后，即马对北韩的态度有放软，是呼吁反北韩的团体唔通高向北韩带上反共产党的宣传单。另外，韩国的军方嘛按算要停止心理战的公布啊。不过呢，即马国际能源总署是怀疑讲，北韩即马打算要来重启核能原料工厂。根据外电报道，韩国统一部伫当地时间初9向民间团体提出呼吁，要求民团唔通以空票气球向北韩发散传单，以人权等议题批评北韩。不过政府即摆的呼吁口气比以早政府较温和。韩国几啊摆政党轮替，不过韩国民间总会有保守派反共团体，无定期伫南北边界地区用空票气球将批判金正恩的传单传送到北韩。前总统文在寅任内，要立法禁止向北韩空票传单。到温小华任内的2023年9月，宪法法庭认为法令妨碍言论自由，裁定违宪。温小华政府也宣誓无禁止空票传单，这也是李在明就任了后，这当呼吁所无法度禁止空票的原因。另外，韩国军方伫2024年6月，也是温小华前总统任内，重新展开中断几啊年的对北韩心战公布。随李在明入主总统府，军方也配合调整，检讨继续实施的必要性。不过，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的因素有原伫的。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讲法，2008年公开早会反映了冷却塔的冷变核能设施，亲像阁有进行浓缩铀的大型建筑物出现。Our work, of course, continues, and the efforts o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continue, not only with a serious concern when it comes to the non-compliance with numerous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the nuclear program, but also now I have been adding for quite some time, you have heard me say this, our concern about safety.
about nuclear safety on a program that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witho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ing any idea of how any standard is being applied to a program. 根据航空媒体出的卫星相片，遮边顶面这栋NASA厝顶的大楼都是关注的焦点。这栋大楼高架长120公尺，宽45公尺。IAEA 认为可能是用来提炼高浓度浓缩铀。同时，美国指出北韩包括联兵在内，拢总有5个所在有核电设施，也毋过北韩坚决否认。国际组织也无法度实地查核。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今仔日国际上抑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加沙的民防组织即马指控以色列部队今仔对粮食发放中心的民众发动攻击，造成31个人死亡，大约有200人受伤。目前以色列对这场攻击无回应。因为中东即马无安全，有消息是指出讲，美国当地安排无必要留伫遐的美国人对中东来离开，嘛允准军人加速离开。有美国的国防官员就表示讲，因当地敢痛讲中东的局势。另外，英国的海上贸易组织嘛发出警告，讲即马中东局势真紧张，会影响驶伫遐的船只。继续来看，天主教新教宗良14世根据梵蒂冈甲北京伫2018年所签的协议，即马是任命一个中国主教，因为中国政府嘛已经承认他，梵蒂冈对这个结果真满意。镜头转来讲来关心台中的西屯，有一个查甫人带狗仔出门去散步，去互倒滑的车去弄着，送病院急救。也若伫高雄的林雅，有一个老先生要过车路，车拢无要让，搁甲饲喇叭，警方即马嘛依法开罚单。查某人带狗散步，行伫个斑马线，但是当要倒滑的白色轿车煞无注意到，直接弄着伊，而且因为弄甲伤大力啊，互伊当场是无喘气、无心跳。为什么撞到？车祸发生伫个11早起7点左右，地点伫个台中西屯的凯旋路和大平路口。25岁姓房的查某人是互姓吴的查某驾驶弄着，急救了后是恢复呼吸、心跳，即马搁在观察。汽车驾驶经酒测并无饮酒之情事，详细事故原因将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另外，伫西区有一个骑倒摆的，伫路口红灯的时阵，毋但是抢紧倒弯，阁无得管行人，当伫过车路直接就干软过。警察是当场开弄红灯、无让行人和无照驾驶等3张记罚单。那你驾照怎么是注销？对啊，那你帮我开轻一点好不好？什么意思？发现一辆普众机车在号志未转换为绿灯前，便抢先左转。并未礼让正在通行的行人。经查证后，发现该名女子竟为无照驾驶。台中一分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路口违规的案件有3356件，其中路口无让行人的有438件，抢倒滑的有237件。根据大安仪表榜的资料，台中市伫今年1月到3月事故了后30天内，行人死亡的人数有17个，是全国第一。另外，伫高雄的林雅区，同款嘛是发生车无要让行人的状况。民众看到这个老人是受困伫斑马线，真侪车无要让伊，甚至阁一直饲喇叭。警方讲虽然无接到报案，但是看影片内面确实有真侪车拢违规，会依法对因开单。经检视影片，共3辆自小客车及1部重机车未礼让行人穿越道路，该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检查行人跟车辆的视距是否足够，这个是基本上在设计上还是一定会做的事情。对即马阁有遮侪车无要让行人的部分，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行人和驾驶人爱互相尊重，嘛应该检讨斑马线的设置位，才会当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盐埕区的7间大楼拜一暗发生火灾，上百个民众防疏开，有6个人受伤。这件火灾嘛，互人想到在高雄4年前46人死亡的城中城大火。因为2栋大楼住户真济，拢是集合式的大楼。高雄市府表示，后手要加强安全检查。红
红红的大火对7楼的窗仔冲出来，因为大火是老旧的集合式大楼，拢总570户住户人数有9000人，甲真正的城中社大楼真相像。消防局唔敢大忌，接到报案，隆重出动28台消防车，59位消防员拍火，达整楼去确认撤离住户。为了确保整栋大楼住户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再重新再整军准备一下，会逐楼逐户的来清查。这较老旧啊，有装潢啊，内底线路咱走，我嘛大概伫遐多久啊？我已经比较大，迄间我已经住要4年了。火灾原因也搁爱调查，加在只有6位民众轻伤送医。自从城中社大火了后，高雄拢总有4栋老旧的集合式大楼防烈管，7间大楼都是其中之一。顶个月拄做消防安检，有项目无合格的方法。大楼管委会讲，进前做的助警器甲广播系统，伫这摆火灾发挥效果，即时通知大家。不过因为住户拢是弱势民众，因嘛是拖了8年的时间，最近才开始收钱，准备要做第一期消防设施的改善。已经在收啊，即摆已经收20几万啦。对啊，40几万就要扛清伤拍药啊！我哪要收了就会收啊。市政府也会在介入要求管委会必须尽速的能够就整个相关的设备能够加快他们的期程，务必尽速完成那政府也给予必要的协助。早起消防局、工务局拢有派人前往大楼进行调查。市府表示，列管大楼的安检一直拢有在做，针对还未完成的部分，因会加强消防安检，辅导大楼尽速进行改善。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郭永昌报道。台南正出名的老店就是虾卷，即马防检机讲，因的员工甲人客食出来豆干钱，搁倒转去店底，店头已经会实咧，讲要加强员工的管理。台南市卫生局的人员在1号1透早，就来到位伫安平的周氏虾卷老店来考察，不管是倒喷的桶、厨房，或者是工作台，拢详细看过。因为这间店前期向播出，员工甲人客食剩的豆干钱，搁倒转去炉鼎内面。把那一碗油豆腐拿到他们前台，就是碗堆里放着之后大概过10几20秒，就看到员工从碗堆把那个装着油豆腐的碗，然后拿着它走到前台，然后把油豆腐丢进炉锅里。看到了当下就觉得蛮震惊的吧。连锁店都是要更比一般店更注意这件事。指甲真酥脆的虾卷加上酱，是创店超过50档的店家招牌菜，嘛是台南知名一定爱食的美食之一。全台拢有营业的据点，但是去用爆出严重的食安疑虑，做事小泉嘛提出监视器，还原事实的真相，同时嘛出面道歉。我们有厨余回收的地方，它必须就是客人吃剩的东西，我们会倒在厨余，然后餐盘整个分开，方便后面的清洁来做一个使用嘛。深感歉意，然后还有对我们的员工的训练，当然我们要加强一个管理。如果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倘若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下2亿元以下罚款。做事小泉是强调，目前在伫严谨处理这名员工。卫生局前往稽查，若是发现违规的项目，就会进行裁罚。公司新闻政府台南报道。极端气候造成农业损失，所以农业部是有鼓励农民去保保险，也若保险费政府上济会当补贴60%。即马有国民党的立委是提议要修法取消补贴的上限，也毋过农业部认为并无适合。也若即马猪肉计数，10公斤已经超过100块啊！农业部是表示，这只是短期的波动尔。天公伯暗落雨，或者是落上侪雨，农业拢大受到影响。国民党立委在预防指出，对民国108年到112年期间，极端气候影响农业损失超过540亿。就算农业部鼓励农民针对因种的作物来投保，政府会补贴保费。不过，农保法规定实施第6年开始，保费的补贴比例上侪就是60%。立委在预防就提出爱修法。应该修正依实施年限递减补助的落日条款，改为授权给农业部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动态补助。目前有投保的比例大约53.72%，理赔总金额有到60亿6千万。不过农业部偏向卖修法较好，因为希望爱让农民负担部分的保费，提高因的风险意识。而且愈地农民投保，保费就会愈低。目前也规划针对愿意连续投保的农民，要予因更较好的补助。
我们希望保险是一个长期性，每年都能够投保，而不是好像要跟天气对赌。连续保的话，我们会给予保费的优惠。因为最近猪肉价少化价1公斤200块，农业部搁再强调95块到100块，农业阁算是合理，超过100块只是暂时的行情。当它的价格已经有一些偏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场调节它的批发的头数、进场的数量，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的价格。稳定在95到100之间。另外，林业协会甲立委有做会开记者会，指出真侪手册地其实标示无清楚，互消费者抓准是使用国产的青牛奶，其实是使用蓝掺牛奶粉捏油的还原牛奶。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会阁加强推广青奶的标章，嘛强调即卖技术已经会当检查出是使用本土也是进口的牛奶，未来会加强稽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针对青牛奶这部分，卫福部是已经公告，要经过检验，摕到标章才会当打青牛奶。即马咱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嘛，招会员斗阵来支持咱台湾本土国产的青牛奶，已经有14个品牌加入。进口红茶家己台湾生意，这杯年茶有真高的年芳。有名的连锁咖啡店推出的拿铁，使用也是本土生意。也则讲测试3个月，用过几啊10个品牌，发现特定的品牌本土生意上着味。国产鲜乳的风味当然就是甜感特别丰富，我们挑了一个跟我们的浓缩咖啡的配方最合适的。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号召会员，同齐支持本土酪农，由14个品牌拍头阵。品牌希望达到全使用台湾生意的目标。虽然成本较悬，也毋过业者认为符合永续精神。现在谈的都是 ESG 嘛，从这个产地到餐桌都是有安全有被这个受证的。连锁业者也表示，将家己制作的标章提供消费者辨识。农业协会罗冠基成也表示，保证检验技术无问题。若拄到市面上其他业者想要用进口的来改做本土生意，也会当检测出来。检测牛奶是从国外进来的，其实很简单啦，不管用稳定同位式的，或者是西产试验所的用 Fox 的机器，都可以检查出来，而且很快速的。农业部长陈俊贵也出现伫连锁店业者启用国产生意仪式。伊表示，为生产这边会控制生意的产量，包括替换卡本尼的年牛，提升生产效率，使用现代化设备，那会当成功带动国内需求，有希望引导产业正向的发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礼拜有7万多人因为新冠疫情去医生看。随望疾管署是表示，这流行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啊，疫情会豆豆转好。也毋过卫福部也是建议高风险族群要去注意风险。民众坐远远甲医生保持距离。顶礼拜，咱国新冠门诊急诊就医人数70182人次。疾管署拜二宣布，这波疫情提早达到高峰，但是民众也是爱提悬警觉，因为重症甲死亡病例拢有增加。部立中化病医就表示，目前新冠疫苗的注射率上低。到目前为止新冠迄个预防的比例较算偏低啦。你若讲有得过的人，有诶感觉讲我就免搁住但是实际上你若讲得过的人，正常来讲超过60天以上，咱还是会使搁做预防针，来加强后壁长期的保护效果。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咱国JN.1疫苗注射率是9.3%，其中65岁以上头一档注射率是19.3%，第二档干那1.6%。也那中华县伫5月底毛协调医疗院所，针对县内卫生长照机构做新冠预防针，减少胃病风险。针对高风险族群，本县在5月22已经召开住宿型长照机构的联系会议，协调医疗机构入机构接种疫苗，防止机构群聚。虽望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是卫福部表示，今年咱国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目前有730例，106例死亡。尤其65岁以上的时段甲慢性病患者占多数，其中确诊甲死亡病例无注JN.1预防针的人将近90%。卫福部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踊跃注预防针，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红湾海龟是中华无形文化资产。过去呢，拢是用
一寡牛去海墘啊斗三工来载蚵仔，所以人才会甲合作海牛。也毋过呢，最近一礼拜有连续2只牛着病死亡。为着要保存这款特殊的文化，海牛下口是打算要总钱买牛。彰化县府嘛讲，会要向文化部来申请补助。动物所警员到场消毒，各将牛的遗体运出。洪德为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的红湾海牛，最近发生严重疫情。当地海牛学校所饲的，把参有几啊场文化节的2只海牛，一礼拜来先后出现数据无来情况，虽然兽医紧急抢救，犹原死亡。现在有那个牛的流行热，可能有一些病媒虫的一个细菌叮到，让它变成快速衰竭，主要是肠病毒的问题。贵清水表示，白色牛百会当作年，亲像感染肠仔病毒甲牛流行节，引起胃无爽快、无法度翻草所引起。彰化县动物防疫所强调，会派员了解确实原因，佮要求饲主做好疾病防治。那如果说有需要做预防注射的部分，我们会请他找他原来的兽医师去购买疫苗来施打。那也请就是饲主加强这个饲养环境的管理，然后消毒的工作。红湾水平，超过车采蚵仔早伫日本时期就有记录，全盛时期捌有300多只牛。2016年红定落做无形文化资产。目前红湾只存10只海牛，真正会当落田载蚵仔，也是载观光客。只存3只，其中2只即摆破病死亡。海牛学校会丢资买牛培训，希望延续海牛文化。依照这个无形文化资产这个传习计划来向文资局申请相关的补助，希望把这些现存的海牛养殖户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彰化县文化局表示，会以无形文化资产传习计划向文化部申请补助，保存在地特殊的滨海龙江记忆甲文化价值。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当机咧启动的时，会摕一种法器叫做刷鱼剑。若刷鱼剑其实就是保育类的纪摇的喙管。海巡署甲海保署3月份至5月份，有抓到非法咧买卖刷鱼剑37支，嘛抓到15个嫌犯。斗阵排开拢总有37支刷鱼剑，上大支有122公分长，上细支的42公分长。刷鱼剑喙齿有86起，这物件拢是对保育类的固窑新上来的。海巡署对3月到5月，伫网络顶观察到的违法买卖，拢总抓到15名嫌犯。海保署讲，无买卖都无伤害，这款鱼成长速度慢，因为迄边掠过头，伫台湾近海已经20年，唔捌看到固窑啊。因为它是软态生，然后它的繁殖数量相对又比较少，所以当我们如果大量的捕捞，或者是有一些的因为商业行为，然后去捕捞它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面临比较大的全球上面的威胁。犯嫌利用网络平台匿名特性，以法器或仿真等隐晦名目，公开兜售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巨咬产制品鲨鱼剑。海巡署表示，无论是买卖固窑，也是伊的在制产品，拢是违法的。海巡署4年前头一摆针对刷鱼剑的买卖，捌查到170支，这摆数量虽然无遐尼多，不过这也代表查册是有效果的。尤其顶一阵啊，佫出现庙市有贼偷偷摕刷鱼剑。海巡署讲，除了要掠买卖管道以外，后续也会追查来源。公庙有去用偷摕这个状况。为什么会去用偷摕去啊？就是因为伊即马愈来愈价值啦嘛，因为即马物件嘛愈来愈少阮掠足严，所以因知即个物件值钱，所以贼仔就会去偷摕即个物件。海巡署表示，因为固窑伫台湾，哈你看到，目前大部分的刷鱼剑拢是外国专员违法炸入来的。也有学者建议，后续这个刷鱼剑若是当提供研究使用，希望会当建立资料库，甲国外交流，为保育工作尽一份心力。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屏东迎王平安祭典是东港小琉球南州这所在真重要的王爷公信仰。县府即马有出钱翕纪录片，要来呈现去王船的过程，要来保留这项传统工艺。这样的开始啊，足爱参与到这王船的工作的啊。咱是有信仰的人，所以拢会安尼啊。人讲啊，咱甲做无好势，对咱较无好安尼。师傅用传统木工和雕刻定睛去做王船。屏东东港的东龙宫迎王是国家重要的民俗文化资产，透过绕境小王船送王压刷，嘛甲运入拢走走。屏东县府伫咧旧年拍纪录片《唱西和信仰》，用1年的时间记录王船的起造过程，嘛甲老师傅的生命故事讲，互大家知。真哦，无查船人做啦，啊，你学王船开，你都无当等食。会烦恼讲未来这技术会无去。啊，这嘛是我多，啊嘛是
阮咧做，伊讲要学，阮王俊咧做，你就来学。屏东县府甲王俊起做来做文化慈善保存技术，嘛甲蔡文化、潘宏德等5位老师傅来做保存者。事实上，毋能让王祭典科技豆豆的流失，会晓做查船的师傅嘛哪来哪少。参与纪录片的老师傅平均拢70几岁，真侪人拢是对国校啊做王俊做高达。县府希望透过纪录片、甲目光、画图，也有天尊旁等等的工艺，用镜头保存起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甚至让国际的观众都能够体验到，都能够看到来自我们屏东特别的，来自我们东港、南州跟小琉球特有的沿海地区的迎王的王船的文化。因为王船做好了，你做安怎属于你过程当中安怎斟酌，安怎有者这个功夫，因为在油煎或者是烧的那一刻，它没有办法保存下来，就透过纪录片，以纪录片的方式，对这个技术，对这个感动，会当来传落去。一出纪录片详细含信用拍算6月12日会放伫咧公司 Plus 的网络平台和电视频道台湾 Plus 播送。除了希望让社会大众通了解王爷公的信仰文化，嘛通欣赏用要消失去的王尊工艺。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台南新桥镇安宫镇店内开机一马金新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庙方决定要来征收的时，过程中发现讲新箱内底竟然搁藏另外一身神尊。庙人员参道士当咧进行驾灵仪式，因为这尊有8重历史的镇店开机二马金身要送去修复。新寮镇安宫神尊因为年代较久爱修整，面小看晓晓，加上结构有问题，管委会向市民请示，同意来修整。要修复正前，透过照电工检测，无意外发现神像内也有另外一尊神。阮二马嘛有落架，伊就讲年过到，伊禀报上天啊。摕来神尊会当来做一番的处理。它的矿物彩层，底土层，或是那个它的彩绘层这个部分去进行它结构的一个复原，让它恢复它原始的一个结构强度，它就不会再继续去造成损坏，我们也会去保留它原始的一个样貌。修复师讲，对电光片会当清楚看到神像的头甲金甲头的形，普看起来应该是两身的妈祖金身。特别的是，外面这尊妈祖干那50公分，竟然内底藏一尊神，是真罕见。大台南文化研究员推测，早期安南区是对水浮出来，过去才做水灾真严重，可能是祖先为着要保护神尊，甲旧神像藏伫神窟的内底。就圣庙互大水冲去，咱一般来讲。唔一定会抱神像先走，先来避水灾安尼，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的因素，所以一尊原底的神像放伫咧咱的神雕的神像内底。文资处回应拜过会派文资专家学者到场评估，提供后续建议。那文书解讲，那汤有影开宗，除了通看到神尊，嘛其他有其他文物甲名册，会再进一步来证明英国新寮镇安宫的发展，嘛对咱子孙历史有真大帮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即马全球暖化，荒地徛过的生炭地已经愈来愈细。过去15年来，荒地徛过的数量嘛减1/4，恐惊搁70多年就要绝种。荒地徛过伫海边顶面生炭，伫海边下面找者跳上海边出行，也伫海边上换毛。即马因的数量煞大减少，因为海冰当咧消失。If the sea warms up, that sea ice which freezes over every year and melts every year doesn't last long enough for them to complete their breeding cycle or to molt properly, and that really gives them a lot of problems. 根据科学家研究组织英国南极勘测，利用2009年到2024年的卫星资料，发现16个徛过生炭地的族群数量减少22%，比进前估计全南极减少的10%，也佫悬出真侪。这份研究包括南极半岛、威德尔海、甲贝林斯豪森海等16个荒地徛过生炭地占全球族群大约30%。另外，荒地徛过的生炭地，伫2023年已经发现的66个中，有14个出现生炭大失败的情况。海冰养了伤济，使得细只徛过伤早落水淹死。根据南极洲挖印度洋的一角阿黛利地的一个徛过生炭地的模型有果，那海冰继续减少，恐惊到2000年之前，因的数量会为6000队减少到剩大约400队，也就是讲少大约93%，灭绝几率只少36%。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
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